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8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1章35节到57节，马太福音14章19节到2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管理甲处事。三角教会将要伫9月开始，暂时搬迁到附近的中横国校地下室的会议室来做礼拜。伫这个新的青训的所在礼拜，不但需要有好的管理，更较需要有好的配合，才会当互一切这个变化变甲真顺利。互这个出租空间互阮的学校嘛感觉放心。管理甲处事伫这个暂时礼拜期间是需要被建立的，佫较是阮伫将来教会新的礼拜堂落成了后所需要建立的管理制度以及处事。一间无有管理以及无有处事的教会，袂会当称作有好的见证。对出埃及的历史来看，要成做上帝的子民进前，一定必要的就是爱先领受上帝的规范。咱看到迄个十诫，来接受着管理，甚至爱会通来自我管理，有管理有处事。安尼其实才会当去看到上帝的心意，才会当去领受到上帝的救恩。伫即几天，咱伫这个途径的分享的中间，拢讲到约瑟的故事。咱要搁再一次来回顾约瑟的生命。对人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伊的生活经历是苦难啦吼，会当讲无人像伊遮惨的安尼啊吼。但是迄是上帝的旨意安排甲计划，因为拯救埃及，等于是咧拯救以色列，请咱注意这项代志。咱伫这个创世纪46章到47章看见，因为饥荒的关系，也因为约瑟担任埃及宰相的关系，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全家会通来移民到伫埃及。伫迄个时代，应该是去互当作埃及人来照顾吧。人生的路程通常是安尼啦。伫过程的中间，也是讲伫迄个内底会感觉真困难，感觉真孤单，甚至会感觉绝望。其实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因为上帝要使用人，伊就会先甲伊训练。约瑟的重大的责任，就是为着埃及来建立一个新的处事。咱来想看卖啊，伫这个丰收的7年的中间，伫个收成内底爱交1/5啦吼。咱如果用现代人这种税的概念来看时阵，其实这是足悬的呢，20%呢。但是伫这个新的处事的制定，真有可能造成人民的反弹。虽然咱讲当初是一个帝制的时代，因为安尼，咱会当看见讲，这个埃及法老王对伫约瑟的这个信任程度，真正真悬啦吼。圣经记载，法老王对约瑟的对话，安尼讲啦吼。埃及王对约瑟讲：上帝已经将这个代志拢指示你，可见无人亲像你这尔聪明有智慧。你通管理我的朝廷，我的人民拢会着来顺服你，互你来管理。
就坐伫王位的我比你较大。埃及王阁甲约瑟讲：我派你管理埃及的全地。埃及就将伊做印，甲伊手指拔落来，挂伫约瑟的枕头啊，甲伊穿幼地麻布的衫，将金盘链挂伫伊的颔领。王阁互约瑟坐伫朝廷的第2号车，开刀的叫讲闪开，安尼埃及王派约瑟来管理埃及全地。埃及王对约瑟讲：我是王，若无你允准，全埃及不准人随便办代志。咱会当看见着代表着上帝的约瑟，成做了埃及的一个新处事。相信这毋是埃及人所会当想象，甚至会当接受的。所以，因为安尼，法老王就互约瑟甲伊号一个埃及话的名。圣经记载讲，埃及王甲约瑟号名叫做撒法拿德巴莱亚，佮将希利波利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囝西阿娜，互伊做某。约瑟就伫埃及地来出巡。约瑟开始服侍埃及王的时阵，只有30岁。伊离开埃及王，去埃及全地来巡视。因为这个新的处事的建立，帮助埃及伫这个丰收的7年的中间，会当积聚丰盛有春的粮食，来面对未来7年的饥荒。因为全面的手法配合，互使得这个埃及会通伫真困难的中间领受着胜利。不但全埃及会通度过饥荒的7年，佮为着埃及带来极大的财富，因为人拢来买牛。圣经讲，埃及第7年好年冬一个过去，7年饥荒就来。拄照约瑟所讲的，逐国拢有饥荒，敢若埃及全地有米牛。到埃及全地粮食无够的时阵，人民就对王来哀求米牛。王对埃及的人民讲：恁去找约瑟，伊甲恁讲啥，恁拢只要安尼去做。迄时逐国拢有饥荒，埃及地嘛真上重。约瑟开逐所在的职仓，卖米牛予埃及人。逐国饥荒真严重，逐所在的人拢去埃及，去约瑟遐来买米牛。伫耶稣基督的时代，有5块饼、2尾鱼的新约。这内面，咱嘛看到一个新的处事。这个新的处事，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命令做标准。不但是爱甘心奉献，更较需要来同心服侍，更较需要所有的人真欢喜来配合，遵守迄个处事。伫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44节的记载，甲今仔日的经文来相对的时阵，咱会看到现场的人非常的守处事。圣经40节伊安尼记载，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有的100个，有的50个。因为遵守处事，会当互因领受到上帝恩典的新约。不但因领受到上帝新约，会通得到帮助，嘛因为大家的顺服，会通见到上帝恩典是丰盛佮有春。照圣经的记载，食了拢总还佮剩12人。
诗篇133篇，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哪年啊好，偌年啊欢喜。这通比平过去的油添伫头壳顶，流到伫喙手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伫伊的暗领。这嘛通比平着黑文山的露水，落伫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福，享受永远的活命。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会通遵守新的次序，备办领受新的恩典，互阮会通因为顺服来参与伫上帝新约恩典的中间，互阮的恩典的新生命丰盛有春。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